来看有民众到台中的西区一张私有的停车场来停车，停7天，这个停车费竟然要10045块，互伊拢硬气。不过尾也是乖乖甲钱纳掉，因为是伊家己的疏忽，停车进前无看这个公告。一般这个停车场拢爱来设定着当日上悬的金额，但是这座停车场竟然下档毋免来设定。台中市的停管处讲，只要是伫个停车的需求量大的区域，业者是会当申请免设定的。所以乡亲啊，停车都要注意这点，较袂来了冤枉钱。停车场的收费期显示，停车费10045块，车主当场硬气。伫网络铺文章讲，伫这个停车场停7天，要拿钱的时阵嫌伊退费，7天停车费1万外块，这个机器无法独立，搁要保全来收钱。正常大部分都有上限啊。车主纳钱的原因是因为无详细看告示牌啊，无发现这个停车场无设定7天上侪当收偌济。那你停车会特别的注意它的看板内容吗？不会。如果是你会停车前看清楚它的告示牌吗？不会。大部分的人赛车去停车场，拢袂详细看收费的广告。这个民间停车场的广告都无写1天上侪收偌济钱，其他的停车场都有伫广告写1天上侪收偌济，有的是平常时180，有的是190，休困日上侪嘛干那爱280。所以这位纳1万外块的车主都怀疑停车场敢会使无设定7天上侪收偌济。台中市的停管处其实有规定哦，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停车场，其实是不一定都要设当日上限的金额。像这个停车场就没有设定，法规上面呢，它是没有规定，就是它的费率的上限等等，是由业者这边依照这市场机制的部分来报交通局做一个核备。停管处强调，这是电脑区或者是停车需求量较大的所在，不管是公有或者是私人的停车场，业者拢会当申请无设定1天上侪收偌济钱。这个私人的停车场都伫停车的需求量真大的所在，所以伊嘛无设定。提醒民众停车时，目睭真正配合紧看清楚，避免误会停车的规则，都要开真侪钱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